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喂，啥？因搬走啊？啊，你敢知因搬喺倒？哦，好啦，我家己来查。多谢吼。阿母，你放心，大下厝我一定会买倒转来。建昌因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甲找到。我一定要查出来，大下厝到底是什么人买。黄氏，大遐厝内面的人拢已经离开啊，迄间厝即摆已经是你的啊。你若想要搬去要大，随时拢通搬。这是迄间厝的地契。大叔，我知啊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甲任何人讲，迄间大遐厝是你买的啦。这间大遐厝，总算是我阿元的啊！阿母，你甲后摆房间哦，我拢款好啊，物件我嘛拢藏好啊啦。遮尔暗啊，咱拢还袂食饭，我即马来外口传一寡食的啦。志玲啊，啊你遐敢有钱？我遮有啦。啊这，阿母，这个钱你留起来用啊。志忠啊，啊这个钱是倒位来哈？这是留阿爸医药费剩的啊。你无讲我都无想到，我也无摕钱给你啊。阿爸医药费，伊是安怎付的啊？迄病院的主任讲吼，有一个人寄好一笔钱要阿爸做医药费啊，啊这是剩的。啊朋友有讲是送无？
主人讲吼，迄个人唔肯甲咱讲伊是谁的。一定是阿豪，一定是阿豪。我无爱伊的钱，我无需要伊的帮助。啊，阿母啊，阿母，你这是咧创啥的啦？市长姐，咱一定要靠家己，别当去靠别人，无一世人看袂起，你知无？而这钱哦，摕转去病院的啦。阿母，啊，这钱摕转去病院，咱嘛唔知这钱到底是谁的，是要摕互谁啦？看是谁摕来哦，就摕去互谁啦。啊，不过，莫讲嘛啦，就算讲我会要求，我嘛要别人的同情，去啊！市长，捌倒会晓无？安怎？还阁伫咧为着美馆的代志咧甲我生气哦？我毋是你，我甲你无共。我即摆根本就无心情头烦恼即款代志。阿爸已经中风啊，阿母的年岁阁遮尔啊大，我即摆烦恼是咱以后的日子看要安怎过。市长，我是阿兄，生我的代志哦，你毋免烦恼。阿兄明仔载来找头路，我想凭我的学历，要找一份头路，应该是无啥物问题。大学毕业就一定要起去啊！刚才你会当找头路，我就免找头路，甲厝的当汉子。市长，阿兄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咧想讲，阿爸伊嘛需要人照顾，而且阿母……谁人毋是伊留咧照顾阿爸甲阿母？明仔载我就要来去找头路，我就唔相信，大项代志我就会输你。市长，市长。是，注意三斤嘛，我知，多谢你嘞，王老板，用再来坐哈，多谢。局长啊，局长啊，我毋捌看人心肠哦比头家较大把的呢。我咧无用规早起，你也免来斗3工，啊，干那菜啊？我一车来创啥？我不如车阵心平当来拜吼，啊拜我心里较好无？请啊你，紧啦，准备进3斤去王头板啦。送就送嘛，敢会遐大声？做头家真晓摆，甲市民拢请出来，嘛毋惊客你讲卡死。真正，小弟，等你摕啥？毋要送准备3斤。自米条啊！你摕啥？你拍开看嘛。这准备啊，无这啥？这自米，这意林啊，这自米，你啥？今仔才来的哦，真正要到气死正经的。意林就坑的啊！啊，准备伫倒啦？哦，拜托的。啊，无安尼，吼，我甲你拜托，那你这种卡笑，我请你袂倒，吼，你做到今仔日就好，拜托的，出去，我无再请你出去啦！请到这真正气死人嘛！做代无事，哦，气咯！我叫你走，你哪阁转来啦？我伫遮做4、5工啊，你工钱毋都爱互我？你搁假讲你做4、5工？你做这4、5工，甲我这款老主顾客拢得失了去哈？啊，啥物甲我赔偿啊？头家啊，你若是嫌我做了歹，第一工就应该甲洗头路，谁当我做4、5工，敢要甲我走？工钱买互我？你搁敢找我摕工钱？我会留你再继续做哦，是可怜你知唔知？我来知你这种型的啊！可怜我，你搁讲一届，搁讲一届，搁讲10摆，恁爸嘛讲去啦。你可怜，你知唔知？你了然啊你呀！你搁讲一届，啥可怜？你敢甲恁爸送？啊好啊，真正。你别闹，你来啦！头家，有话好我讲就好啊，咱就去甲动手啦。小姐，你都唔知啊？我生目睭我嘛歹吼，莫看这么一个人啊！傲气，啥人较傲气？我乱唔了，你要跑来啊！头家，啊恁店的真强哦，拄则我咧外口嘛有听到啦。啊，刚才来你遮做4、5工啊，你无含工钱，安尼敢对？啊，我会赔偿咧，哈，损失咧，啥物甲我赔啊？
头家，啊你若好心哦，好人就爱做到底呢。啊无你遮发生的代志，啊若传出去外口，你毋惊厝边头尾讲你会欺负人哦？啊，无好啦好啦，是我顶世人欠伊的啦，我工钱送互伊嘛。够衰啊我！为你伤心一年，等你回阮消息。阿母，食饭啊啦？哦，我先穿这领衫吼，赤赤的啦。啊，随来，你先去穿你件包啦。好啦。吼。阿兄，阿兄，你看，谁来啊？你管啦，你哪会甲志忠斗阵？我伫咧街仔拄着志忠啦。哦。这位是阿姆，你好啦，我叫做美娟，我是志玲的朋友啦。哦。阿母，伊嘛是我的朋友啦。斗阵食饭啦吼。你要食饭哦？歹势啦，安尼我无叫了恁啦，我先来走。美娟，老我做伙食饭啊。那安尼就叫了。奇怪，美娟来遮尔晚，我还袂倒来，无倒来也袂晓敲一通电话。阿姨，我来门口等伊啦。啊，恁若要倒枵，恁先食啦，吼。免啦，美娟最近吼拢真晚转来，伊根本都毋知咱咧烦恼啥物。逐摆若转来吼，都安尼笑眯眯的。我看即个情形，大概是咧恋爱交查某朋友的款。查某朋友？文玲啊，人讲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啊，美娟遮济个吼，交两朋友嘛应当的，对无？总比吼，伫咧内院藏咧老高王讲斗阵较好啦。是啊，阿好啊，讲了无毋对。假使讲美娟你若真是咧交查某朋友，安尼咱嘛会当放心。是讲哦，咱嘛袂用干那烦恼见抢的代志，嘛是爱关心一下美娟。不然，找一个机会，你甲美娟好好啊讲一下，看伊是捌咧交即个男朋友人品啥物款，毋通等到两个真是有感情啊，才来发觉讲对方的人品无好，要来叫因分开，安尼都真麻烦。阿姨，我知影啦，我会较注意。啊，对啦，阿好，买大厦厝迄个买主是啥物人查出来的？查是查出来啊，也毋过吼，我去找都拢找无人去，啊，即嘛大厦厝空空也无人住，不知要多找。啊，建昌因是搬去倒位住，你知无？唉，就是啊，阮试过找拢找无，毋才第二条咧烦恼。啊，无嘛，我老早来去找伊啊。毋知影建昌因一家口啊，即阵有厝通住，有饭通食。歹势吼，阮菜无多啦吼，啊，莫去嫌啦。阿母，人美娟袂气嫌的啦，对无吼，美娟？天哪，阿姆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你安尼讲，我顶多会歹势。安尼就好啦，来，请用，请用。多谢。来，阿爸，我请你。美娟，食菜啦。多谢。哎呦，很凶啊！啊，你创啥啦？有人客气的呢你？你安尼碰到安尼，大家要安怎食饭啦？食正饭哦，食到安尼啦，讨厌。阿母啊，你莫生气啦，拢是我唔好啦，可能吼是我饲阿爸饲啊受大喙啦。你莫生气，袂要紧啦。歹势啦吼。阿母，人美娟吼，伊袂计较啦，对无吼，美娟？美娟吼，啊，你甲志玲吼是当时熟识哈，啊，我拢唔知影，啊，搁有吼，恁两个是毋是男女朋友啊？
阿母，美娟是我进前伫咧食头路的时阵熟识的啦。还佫有，阿爸伫咧住院的时阵吼，美娟拢定定去甲我斗相共，伫咧照顾阿爸。我甲美娟两个人吼。阿母，因两个吼，毋是男女朋友啦，敢若是普通朋友尔。吼，啊你哪会知？美娟甲我讲的啊，对无吼，美娟。阿母，多谢你的招待啦。时间也无早，我赶快来转来。我啥倒去啦？哎，啊你两个是创啥啊？免啦，我家己转来就好啊啦。阿母，多谢你。阿母，遮尔晚，一个查某囡仔安尼伤危险啦，我来送去啊。志中啊，拄则伫食饭的时阵哦，阿母就看出来啊。你对迄个查某囡仔真有意思是无？也毋过吼，伊敢毋是你阿兄的女朋友？谁讲伊是阿兄的女朋友？阿母，就算伊是阿兄的女朋友，伫咧还未结婚之前，谁嘛有资格去追求伊啊？志中啊，你安尼是好苦啦。啊，查某囡仔吼，遐尔啊济，啊你来偏偏哦，要去甲你阿兄争啦。你安尼做吼，会拍歹你兄弟仔的感情呢。阿母，你放心啦，袂吼。安怎讲啊？阿兄伊捌甲我讲过，假使若有一天，阮两个做伙去爱着共一个查某囡仔，伊会无条件将伊认后我。你阿兄真正安尼讲？唔相信，你会当去问伊啊。为你伤心啦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笑。志玲，你是毋是有心事啊？啊无，你向我来讲话。美娟，我问你是安怎甲志中讲，咱两个是普通朋友？敢讲你毋知我真介意你？我知影啊，也毋过志中讲的是进前你阿爸住院的时阵，我去恁兜找你，要问你伫倒位啊。迄样阵你也无甲我表示啥，我毋才甲讲咱两个是普通朋友。那你是安怎拄则食饭的时阵，你无爱讲话清楚？拄则的情形你嘛拢有看到啊！恁阿爸、恁阿母，因大家拢伫遐，遐尔济人。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我若伫遐阵讲我是恁女朋友，啊，恁阿母一定表示我是一个大面生查某囡仔。原来是安尼啊！是的啦，是我误会你啦。志玲，你有感觉恁小弟怪怪无？之前我在恁兜食饭的时阵，看我迄种眼神，我亲像，我嘛袂晓讲，或许就是怪怪啦。